高雄市的负责人13甲厝内人讲要出门讨小说失联，家属过当天报警，找到人的时阵，煞已经死亡，尸体是互人拼伫崩山的山区。警方调查，伊捌去一对市场翁仔某伫前镇区的公司就失踪，加上监视器翕到这对翁仔某捌租车出门，也伫车内底发现血迹的反应，互人按照杀人罪移送侦办。在是透早点外，货车开入屏东邦山山区的庄卡路，这台车敢若是用来起伫尸体的车。平常时当地暗时8点了后，真少有人来遮。迄天这台车雄雄开入来，伫遮停这边1点钟才离开。快1个小时，都不知道他起来做什么的。没有，我们就是有听到有声音嘛。我们村庄的车子，我们这边总共才170几户嘛，大概谁的车子，谁家的车子，大概一看就知道。邻近的住户正是有警方来查访，死者是高雄一个60岁妇人人，互发现时阵身躯有刀伤。13家厝内底人讲，要去找这县长的翁仔某讨10万块，出门了后失去联络，家属隔天报警找人。根据了解，警方发现死者最后出现伫县长的翁仔某的公司，也发现翁仔某2个人伫死者去找因了后，开着租的货车出来。加工才行车，无排除2个人是杀人了后气死。而迄天所开的货车也疑似验出血液反应，互伊无法度辩解，才承认犯案。2名嫌犯涉有重刑，经报警，高雄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，将该等2嫌逮捕到案，并于屏东山区发现被害女子遗体。是你杀了她吗？带了尸体嫌犯甲太太吼，带转去家己的公司模仿，对着问话拢头咧咧无讲话，2人敢若迄暗甲死者冤家，用球棒甲刀啊伤害对方，最后甲人弃尸伫屏东的邦山山区。勘查完现场，采集完机证之后，尽快进行解剖厘清死因。那有消息的话，以地检署发言人那边为主。那双方就是债务纠纷吗？还在调查中，谢谢。是毋是因为10万块的债务来起杀机，检警无证实。根据了解，死者是伫咧做资源回收业，县长的翁仔某是跳毒业者。死者的资源回收物会交由这个县长的翁仔某买卖，是不是安尼衍生金钱的纠纷，也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